首饰衣料都要公平赏给各宫妃子，多了少了，好了坏了，都可能辜负了大王的美意。我叫你们来，也是让你们给我出出主意，看看如何赏赐才好。是大王和王后的赏赐，凭谁还敢争不成？哼，哪有那么简单啊！每一样东西分到嫔妃们手中，都是带着斤两的。后宫女人闲极无聊，颠来颠去，就是在比较这分量。稍有差池，是非无穷。那王后说该怎样？先点点数目吧。素纱5匹，这素纱是由纤细如游丝的蚕丝织成，质地清透，如云如雾。可惜只有5匹，绫纹仅12匹。别看这绫纹不起眼，制作起来却很花功夫的。举纹锦24匹，皱纱16匹。王后，芈八子来了，让她进来。是。哎呀，最近几日，芈八子往王后这儿跑的可真勤呢。拜见王后。免礼。姐姐，这是在忙什么呢？夏至到了，大王赏了些东西给后宫众人。芈月妹妹素来聪明，你来的正好，刚好替王后分忧。大王还赏了些毛皮，我让人拿了些样子来，有狐皮、貂皮、狼皮、猞猁皮，数量不少。你们看是按人头分，还是按位分分好？就按人头分吧，省心省力。按位分好，免得乱了尊卑。依我看，数量多的就按人头分，数量少的就按位分排。那就照芈月的法子吧。哟，妹妹怎么了？这皮子味好重。芈月妹妹这身子可真金贵呀！王后在这忙活这么久，都没嫌味儿重，你这刚一来就受不住了。八子，你这是哪儿不舒服了？月妹妹，快坐下歇息。这几天热得厉害，别是中暑了，喝口水吧。不知怎么的，我就突然觉得恶心。珍珠，去太医院叫太医。是。天气这么热，是人都会觉得不舒服。太医，八子有事儿吗？当然有事。禀告王后，芈八子有喜了。你说芈月有了身孕？是的，王后。恭喜芈八子。恭喜八子。八子，香儿，多加点冰块，八子怕热，然后再去膳房让他们熬点小米粥，那东西养胃。是。慧儿，再去拿个厚的软和的褥子过来。是。大热天的，弄那么一个厚褥子干嘛？傻丫头，你是不怕，你肚子里的孩子怕。八子，大王来了。别动，别动，坐着别动。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吗？怎么了？你们怎么突然都把我看成面人了？一捏就碎啊！从此你在寡人眼中胜过金枝玉叶，捧着怕摔了，攥着怕化了。木见到宣师殿禀报这个消息，寡人真是欢喜。这孩子来的意外？为何意外？
寡人等他已经等了许久了。丫头，你的心比谁都野。寡人一直担心这宫中装不下。如今你有了孩子，你就会收心了，对吗？过去我的命是我自己的，如今有了这孩子，我的命就是这孩子的了。说什么傻话！你和孩子的命都是寡人的。给寡人生个男孩，寡人要带着他驰骋四方，征战沙场。臣妾却只愿少司命保佑他一生平安，无争无忧。你们楚人的少司命真的那么灵光吗？臣妾出生时，若非少司命庇佑，早就命丧黄泉了。好。大王，拜见大王。免礼。你八字有了身孕，寡人打算把八字的保胎安胎之事交给你们两人。李密，你主管诊脉下药，医治亲自调理芈月的饮食。你们要细心打理，切不可有任何差池。是。是。慧儿，你看，哪来的黄雀啊？永香令让我拿来的，说是大王赏的。八子现在有身孕了，不能外出，怕它闷得慌，让两只小鸟陪陪它。把鸟拿来。我从小喜欢打鸟，但从来没有把鸟关进笼子里。把它们挂在屋檐下吧，让它们日日给你和孩子唱歌。关在笼子里，本就是他们不情愿的，鸣叫又怎能动听？姑姑，你都做了大半日的针线了，也该歇歇眼睛了。姑姑这一辈子都是给小孩子做衣服，在举姬身边的时候，先是你，后是蓉儿，再后来举姬去了，就是小冉。眼看你们这些孩子都长大了，我又开始给你们的孩子做衣裳了。姑姑，我们都是你的孩子。姑姑能给你的孩子做衣裳，心里高兴。月儿也要有自己的骨肉了。要是你娘亲跟举姬能看到，该有多好啊！娘亲和举姬定想不到，我会有一日嫁到这秦宫来。以你小时候的野性子看，无论是嫁到哪个后宫，都是管束不住你的。可如今，我就跟那黄鸟一样，关进笼子，想飞也飞不出去了。这世间就再也没有以往的芈月了。智姑姑，八子该喝安胎药了。智姑姑，大王让你到会院来照顾我，辛苦你了。只要你好，你腹中的胎儿好，我再辛苦都不算什么。女医治是看着你出生的人，如今又要看着你的孩子出生了，也是缘分。智姑姑，听你说起过你的独子金儿这2年到咸阳来做生意了，如今也该娶亲了吧？金儿去年娶的亲，眼下媳妇有了身孕，我也是要做祖母的人了。智姑姑好福气。
我这里好久没人来了，今日你来看我，真是稀客。我知道你一贯喜好清静，来多了也是不胜叨扰。其实宫中也就你我二人比较清闲，大王又难得到咱们的住处来，你我的公子又都长大了，大王又另赐了住处，你我偶尔聚一聚，两贤并一贤，那也是自得其乐。贤有贤的好处，如今宫中最热闹的就是慧院。芈月有了身孕，受大王整日眷顾，别人自然趋之若鹜。可你事事都好了，就会有人眼热，那不好的说不定就来了。妹妹说的有道理。夫人，大王来了。谁？大王。拜见大王。好久都没有来了，闲着无事，来看看你。你也在这儿，可见寡人今日是来对了。多谢大王。宫中都说长宁殿清雅宁静，可惜太大，太过冷清。大王说的极是，偌大的宫殿只住着我们主仆几个人，自从焕儿搬出去，臣妾也觉得冷清了不少。既然嫌冷清，寡人就安排个人跟你一起住，如何？多谢大王体贴，臣妾正缺个妹妹作伴呢。你看芈月如何？刚才臣妾还和妹妹念叨起芈月，那真是臣妾之幸。芈月住的慧院过于荒僻简陋，也安排不开过多的奴婢。如今芈月怀有身孕，寡人想让她换个地方。大王请放心，臣妾好歹也养过孩子，大王尽管把芈月交给臣妾便是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恭送大王。哎呀，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。大王既然已经开口了，你推也推不掉，倒不如欣然接受。谢谢谢谢。公子歇。公子，公子歇。嘘，张子，你这是要害死我吗？你跑什么呀？我是在帮你。你就别瞒我了。前几个月每日都在四方馆外面溜达，如今又跑到这儿来，怎么是要喝酒还是要买药啊？张子，你也是一国相邦，为何要偷窥我的行踪呢？偷窥？我告诉你，有两种人会偷窥，一种是真惦记你的，一种是真想算计你的。你说我张仪会是哪种人？我一直想帮你，你就是不听我的劝。离开咸阳吧，我还可以给你备个盘缠。到了外面之后，以你的才华辅助一国君王，前程定不在我之下。像你眼下这样一意孤行、执迷不悟啊，你一定会累及他人，伤害无辜。张子，两位来看一下，你的话也有道理，多谢你的奉劝。芈月也是太过分了。唐夫人毕竟是大王当太子时身边的旧人，在后宫的位分，除了王后，无人可比。让她住进长宁殿，也许过不了多久，芈月就想搬进交房殿来了。王后，你听说了吗？为了讨芈月的欢心，大王竟然让人在宫中给芈月建了个祭祀少司命的神祠。我们跟随王后嫁入秦国，哪个不是入乡随俗？祭祀朝拜，后宫都有定制，凭什么只有她能破例？还不是因为她有了身孕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后宫的女人哪个不会怀孕，哪个不会生孩子？你也服侍过大王，为何你就没有身孕？王后，
说那么多有何用？大王宠她，怀孕是迟早的事。有了身孕更得宠，也是情理之中。她没孩子时，大王宠她也就罢了，如今她有孩子了，若将来生出来的是位公子，那她说不定就会和王后你平起平坐了。她要真跟我平起平坐，那也是她的本事。王后，你们不要鼓噪了。长宁殿一事定是大王安排的。我与芈月是姐妹，大王把她安排在长宁殿，而不是交房殿。不知大王是顾忌我，还是猜忌我？王后，芈八子来了。妹妹，姐姐，妹妹快请起。自打妹妹有了身孕，也不常出来走动，让姐姐好生惦记。说来古怪，我腹中的孩儿定是个贪睡的，弄得我每日做什么都打不起精神，只是瞌睡不断。我怀荡儿的时候不也是辛苦？那时行事莽撞懵懂，开罪了大王，被禁足在交房殿。幸亏有你，我日子才好过些。芈月以姐姐手足之情，我为姐姐做什么都不过分。此话应当由姐姐来说。我在后宫身为王后，理应为妹妹遮风挡雨。可你入宫这些年也吃了些苦，好在苦尽甘来，怀上了大王的孩子，终身都有了依靠。姐姐真替你高兴。哎，你来，过来看看。你觉得这个地方如何？刚刚经过小院，这院子幽静清雅，再过几日桂花飘香，定别有一番风景。我打算让人在朝阳处种些腊梅，在这后院再种些青竹，这样无论冬春都有景色可看。姐姐想得真好。这偌大的交房殿，正殿有我住着，东西两个偏殿，一个由孟昭氏和景氏占着，还有一个就是眼前这个了。说起来也比正殿小不了多少，一直都空着也怪可惜的。今日我请妹妹来，就是替姐姐拿主意。妹妹一向心思奇巧，帮姐姐看看这地方还需要添什么摆设。月儿，你看王后今日叫你到交房殿，是不是还有别的话要说？她没说出口的话，应当是她最想说的。王后不会是……我何尝看不出她的心思？她既没说出口，那我只好装聋作哑。我常常会想起当年姐姐与我的亲近，眼下的疏离，真叫人心寒。舌头跟牙齿都免不得打架，若有合适的机会，还是要和王后修好。此事已与唐夫人和芈月说妥，永相令也带人去给长宁殿重新挑选了陈设。王后却有异议，这是为何？芈月不仅是臣妾的应试，更是臣妾的亲妹妹，臣妾与她一向亲近。如今芈月有了身孕，理应住到交房殿，由臣妾亲自照顾。大王却让她到唐夫人的长宁殿。知道的人会说，唐夫人为人稳妥，大王考虑周全。不知道的，还以为臣妾容不下自己的亲妹妹，硬要把她赶到唐夫人那儿寄人篱下呢。那依王后之意呢？交房殿是后宫最大的殿宇，正殿由臣妾住着，东偏殿由孟昭氏和景氏住着，可西偏殿整个都空置着。与其让芈月去打扰唐夫人，倒不如让她搬到交房殿来。寡人只是想，荡儿还小，又有那公子壮需要你随时照应。他不是你亲生的，相处起来可能不容易。大王放心，这些事都是臣妾的分内事。只可惜那公子壮
与荡儿相差太多，弄得荡儿总是一个人在教坊店里孤单单的。若有了芈月的孩儿，两个人可以相依相伴，一同长大。王后如此识得大体，体贴贤良，就照王后说的办吧。谢大王。我要木头小人打架！我要木头小人打架！大小人打架！荡儿，怎么了？受什么委屈了？告诉我，你想要什么？我要木头小人打架！这是怎么了？这木头小人是玳瑁姑姑从宫外买来的，做的精巧，还会打架。公子喜欢至极，用小刀破开了小人的肚子，想看看里面是否藏有小鬼。结果木头小人碎了，再也不动了。这孩子，荡儿乖，莫恼。婆婆给你做枣泥糕吃，好不好？好。我要吃枣泥糕，我要让木头小人打架。荡儿乖，母后再让玳瑁姑姑再去买几个小人啊。既然这样，玳瑁姑姑，明日你再去宫外叫那个匠人再给荡儿多做几个小人，他要多少斤就给他多少斤好了。是。荡儿，没事了啊。玳瑁姑姑再去给你拿几个小人。好。怎么样？看看我这桃仁，这是我店里的好东西，做的特别的精致，怎么样？来一个啊，都是我自己做的啊，这有点意思。我向你打听一下，先前我记得在你这儿买过一对会打架的木头小儿啊，拿回去家里公子喜欢，想再买几对。早就没有了。你以为那是一般的小玩意儿？相传那是鲁班的弟子偷艺学的，你能买到一对，那是天大的运气啊！你可知那弟子的下落？那种人，那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，没准儿早就驾鹤成仙了。哎，你再瞅瞅这些小玩意儿，有没有喜欢的？挑一个吧。啊，新鲜的果子。姑姑，姑姑跟我来。姑姑，2月有了，你让子歇望我一传。公子歇，不是我不想帮你，此事难办。月儿可看了我的书信？姑姑还没有给月儿。我把信给烧了。姑姑怎能如此狠心？只是你这封信来得太不是时候了。姑姑，子歇等你的回音，食不知味，夜不能寐。你为何不能成全子歇？不是我不想成全你，是太晚了。我望月儿咫尺之间，月儿望我阴阳之隔。我让她知道我还活着，有何不妥？你最好让她以为你已经死了，这样对她最好。我曾经听她亲口对魁姑说，世间再没有以往的芈月了。我不信，月儿她不是那样的人。我要怎么说你才能相信呢？实话跟你说吧，她有了身孕，怀上了大王的孩子。公子，还是把芈月忘记吧，只当过去是一个梦。抱歉。新鲜的水果啊！下边的。可看清楚了，那真是公子歇，绝无差错。奴婢在楚国时跟公子歇见面又不是1次2次，音容笑貌
一望便知。黄歇还活着，那这些年他到哪儿去了？为何现在才现身？奴婢跟着他走了很久，最后见他进了雍府。雍府？哪个雍府？就是咸阳城内大名鼎鼎的雍瑞的府邸。雍瑞，就是坊间传说的那个迎夫人的枕边之人。正是，不知是否与迎夫人有关。大王好像很器重他。就算大王念旧情，雍瑞是谨慎之人，也会因为大王与芈月的缘由，对黄歇这种人心生忌讳，避嫌远移。奴婢猜测，那黄歇并未用其真名。对了，他进雍府的时候，奴婢听旁人称他公子倩。公子倩，公子歇，遇事真言半遮面。这下太好了，芈月的把柄抓在了我们手里。身为宫眷与人偷情，这是妄剐千刀的大罪。若让大王知晓，定不会轻饶他们。姑姑这话可动脑子。你方才说公子歇要女医治转达芈月，她还活着，被女医治拒绝了。这就是说，芈月并不知道公子歇还在世，且与他咫尺相隔，这偷情之罪如何而来？公子歇救护迎亲车队，身陷绝境，死而复生，可喜可贺。大王又为何要责罚于他？此事体大，不可轻举妄动，我得好好想想。奴婢只记住微后那句话：芈月不除，必成心头大患。芈月已搬入交房殿，一举一动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，王后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呀！芈月今日搬入交房殿，我得去看看她安顿的如何。是，奴婢随你去。姑姑就别跟着了。姑姑直肠子，眉眼里全都是话。芈月是聪明人，我可不想让她心生猜疑。算了，我晚上再去。另外，今日的事，对谁都不可泄露。是。刚开始啊，我还担心挺不容易一个好住处落空了，没想到这交房殿比长宁殿还要好。那是当然，有大王的眷顾，谁都不进咱们三分。那当然。你们两个丫头也太大胆了，这等话也敢乱说吗？这儿是交房殿，王后才是一殿之主，这里不比会院冷僻肃静。这么多人同一屋檐下，人多口杂，行事要处处小心。你们若想惹是生非，且不讲八字处罚，我先将你们撵出去。姑姑恕罪，我们不敢了。起来吧。是。记住了，以后做事多用眼睛和耳朵，少用嘴。是。八子，智姑姑，月儿，快喝了这碗红枣黑豆黄芪粥，智姑姑刚刚给你熬好的。我眼下不饿，一会儿再喝吧。忙了一日，晚上的时候又没有多少胃口，这可怎么是好啊？是啊，就算你不饿，你腹中的孩儿也该饿了。你眼下是一人吃两人饱啊。孩儿听到没？两个姑姑都说你饿了，就算娘亲不吃，也要替你吃。八子，王后来了。姐姐，妹妹快别动，让你住到我这儿来，就是为了让你安心养胎，以后问候请安的事情全都免了。
你要再跟我多礼，那就见外了。多谢姐姐体谅。智姑姑让妹妹喝的，可是红枣黑豆黄芪粥啊？是。这粥倒是安神养脾胃。当年我有喜的时候，智姑姑让我喝的也是这种粥。话是这么说，过去也没觉得什么，但自打有了身孕之后，一闻见那豆子的味道就觉得腥气，怎么都入不了口。这样啊，智姑姑可有其他方子调理一下？明日奴婢可以给八子试试薏米山药粥。这粥是如何做的？将薏米加入精米放入锅内，加水煮粥，待粥快成时，加入去皮洗净的山药小段，煮至山药软糯即可。若八子喜甜，吃时可加入少量的蜂蜜和桂花。这口味听起来不错啊，那就给妹妹换这个口味吧。是。智姑姑妙手仁心，不知救了多少痴男怨女和小儿性命。来日我一定禀报大王，重重的赏你。王后言重了，若无他事，奴婢退下了。你搬进这交房殿，对这摆设布置还有没有不中意的？姐姐精心筹划，月儿道谢都来不及。你住过来有何需要，随时跟我说，我让他们安排就是了。多谢姐姐。你们都先下去吧。是。你我姐妹一同入秦宫几载，如今总算是住到了一处。想起当年在楚宫，你我一同住在高堂台，一起任性玩耍，有多少快活。姐姐，你还记得这个吗？当然记得了，我还记得你帮我去给秦王送书信，被母后罚，禁闭在月华台。幸亏公子歇拼了命的救你，该死，我不该提这些。无论姐姐提与不提，当年之事都历历在目。子歇在世时，他是月儿的性命。如今子歇去了，月儿的性命也跟着去了大半。如今能顾念的，只剩下这腹中的孩子。这话听了都让姐姐心疼。说起来，妹妹如今在宫中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。姐姐痴想，如若公子歇还活在世上，妹妹会如何选择？姐姐，若是能让子歇复生，就算赴汤蹈火，我也要。到了北郊行宫，把信交给邢夫人，就说菊花已经开了，过几日我去她那儿喝菊花酒。是。慢点，公子。这是怎么了？公子倩为何这样？大人，昨日公子倩一夜未回，今日一早有人发现他睡在一家酒馆门前。将公子扶进屋内，好生照应。是。走，公子。大人，公子倩最近不知怎么的，日日在外面胡闹，不仅喝得烂醉，还常常打碎酒家的东西。要不是看在雍大人您的面子上，那些酒馆老板早就报官了。内府今早上送来的菊花，让你们都过来看看，有喜欢的挑几盆交
叫下面的人端回去。王后姐姐这儿自然都是好东西，姐姐随便分派了就是。哎，芈月妹妹怎么没来？人家哪看得上内府分派的东西？大王已经特别赏她了，院子里到处都是，不用来了。哎，大王日日来交房殿，却只去芈月的房中，赏的东西都和大家的不一样。他芈月眼中还有没有别人？大王去看芈月，是去看他未来的孩儿。你要有本事，你也可以怀上身孕。芈月有身孕，不能服侍大王。我想，也该由你们二人尽尽本分了。孟昭氏虽然年长，但行事不如景氏，稳妥细致。我已经跟木坚说了，今夜就由景氏去承明殿，侍候大王。多谢王后。大王是不是受了风寒？怎么突然咳嗽起来了？大王，要不要来碗梨粥啊？那东西清热去火，祛痰止咳。也好，寡人刚好有些饿了。老奴去拿。大王，怎么会是你啊？王后听说大王近日辛劳，偶感风寒，亲手给大王做了梨粥，让臣妾送来。不错。寡人知道，做这粥不胜繁琐，要给梨去皮去核，捣烂过滤取汁，还要用精米小火慢慢熬粥。往后又要照料2个孩儿，管理后宫已经够辛苦，他何苦要做这种事情？王后对大王一往情深，只要大王安康，王后不辞劳怨。我的王后真是个温婉贤淑的女子。我觉得还是不要的好。珊瑚，我今夜要睡香枕，去给我准备一下。是。姑姑，去把那红枣鹌鹑汤温一温。王后睡前还想喝碗汤，姑姑去温就是了。王后，你忘了，你已经让景氏去了承明殿。人是我派去的，我又怎会忘？是。大王，臣妾见过大王。王后今夜光彩照人。臣妾身为后宫表率，没有蓬头垢面，便被大王打去。寡人今日喝了你亲手做的梨粥，突然想过来看看你。臣妾知道大王政务繁忙，不敢肆意打扰，只想提醒大王保重身体。王后温柔敦厚，是寡人之大幸。
如今王后也会了读心术了。公子，记住，公子真厉害。大儿的力气大得惊人，这木球我拿起来都费力，他随手一丢数10次都不用停歇的。寡人的孩子自然英武不凡，但像荡儿这样的神力，的确少见。王后，快给我扔过来！记住啊！大王，吃个点心吧。公子真厉害。看来上天命中注定，要荡儿助他父王扫荡诸国，称霸中原。寡人欣慰，10几个儿女，一个比一个更有出息。眼下芈月也有了身孕，芈月聪慧，她的孩儿必像母亲。记住啊！记住。荡儿尚武，勇武果断。芈月的孩儿应当尚文才好，一文一武，助我嬴驷扫荡天下，定摧枯拉朽，势如破竹。来，扔过来给父王。来，接着。姑姑，王后可在殿中？王后去看望芈月了。唉，王后真是体恤宫中姐妹。就说那芈月怀孕，王后隔3差5的就往西偏殿跑，如此精心呵护，我看着都眼红。是啊，那芈月若知个好歹倒也罢了，就怕她不知好歹，辜负了大王跟王后对她的一片苦心呢。姑姑此话大有深意。你们退下。是。你没听说呀？那楚国公子黄歇并未葬身山崖，如今又到咸阳城来寻芈月了啊！就住在雍瑞大人的府中。当真？芈月宠冠后宫，如今又怀有身孕，他可知道此事？知道又能怎么样啊？这宫墙高大，他们俩想要见一面，只怕也是不容易。可那黄歇前来咸阳寻芈月，怎肯罢休？可不是啊，幸亏有这宫墙隔着，要不然他们2个人干柴烈火的。哎呀，奴婢多嘴了，此事干系重大，夫人还是不要打听的好。对，姑姑说的对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公子感觉可好些了？在下言语失德，举止无状，让雍公子见笑了。公子在我雍府暂且栖身，如遇有难处，可直言相告。我黄倩感念雍公子知遇之恩，只是我生性喜欢漂泊，遇事放任为俗，难以在一地久居。过几日，我便打算离开咸阳，回楚国了。公子有经纬天下之术，乃盖世英才。若公子执意要走，盘缠自有雍瑞筹措。但雍瑞真心挽留公子，在秦国入朝出仕，收获于君王之家，也不枉费你才华一片呢。子倩领会公子一番好意，只是我的本性不堪出世，去意已决。你打一出世，就倚靠少司命垂帘庇护。大王特意在宫中修了少司命神祠，以后初1、15的吉日，我们都可以来祭祀了。本来想约姐姐一同去的，可姐姐说返场时久病不愈，
他要去探望一下樊长史。米八子恕罪，奴婢有要事相告。你是何人？为何如此慌张？奴婢也是豁出了性命。若不是事关公子歇，奴婢怎敢这般鲁莽？无论子歇如何，他已经不在人世了。八子错了，公子歇他没死，就在咸阳。不，你在胡说！我亲眼见到子歇，他掉落悬崖，我还去他葬身之处寻找，可有见到他尸身。如今他寄人篱下，改名换姓，只是苦于无法联络到八子。你是何人？怎知不是诳语？我也是楚国人，在楚宫中伺候太子恒。南薰殿曾经失盗，幸亏公子歇出面为我洗清了嫌疑。王后出嫁时，我被指派为粗使奴婢陪嫁到秦宫。公子歇曾对我有大恩，奴婢愿以命相陪。谁人能证明你说的是实话？姑姑可以去盘询女医治。公子歇在世的事，她早已知晓。公子歇还曾经托他带书信给八子。这里不是说话之地，过几日我找机会再与八子联络。月儿，月儿，他说子歇还活着，此人来历不明，我们不能轻信。可他明明说子歇还活着。怎么会这么巧啊？在这儿遇上妹妹了。方才我去看了唐夫人和樊长史，那唐夫人也就罢了，樊长史不仅自己身子弱，孩子也多病。公子通比荡儿要大半岁有余，可那身量比荡儿还小一个头，看着都可怜。妹妹怎么了？看你脸色不好，莫不是病了吧？也许是受了风吧。有身孕的人最怕受风了，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我不舒服，想先回去了。不妨，快回去歇息吧。我今日一早看见他还好好的，怎么说病就病了？月儿，喝口水吧。姑姑，你去把女医治叫来。月儿，你可要想好了。想好什么？那女子说的若是谎话，倒也罢了，万一是真的，万一是真的，万一子歇还活着，岂不是天大的好事？芈月是姑姑亲手接生的，在楚宫，姑姑有几次救过我的性命，姑姑不会骗我，对吗？对。八子想问什么，
就问吧。子歇，他没有死，他还活着，对吗？对。子歇他在咸阳，他在找我。你见过他，对吗？对。子歇他有书信给我。对吗？对。书信呢？奴婢烧了。你为什么要烧了？你是一个要做娘亲的人，你顾及的孩子，就顾不了自己，又如何顾及他人？子歇不是他人。他是我的前生前世，他是我的另外半条命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他还活着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为什么？八字恕罪。奴婢也是无奈。如今你在宫中深得大王的恩宠，现在又怀上了大王的孩子，你已身不由己。公子歇与你情分再深，都是昨夜星辰，也只能有缘无分，何苦再要纠葛一回？我在宫中种种，都是因为我以为子歇不在了。如今子歇千辛万苦来到咸阳，却被一堵宫墙挡住。我若知道子歇还在，刀山剑树都拦不住我去找他。小二，来了，再来壶酒。好嘞，客官您稍等。公子可是黄歇？你认错人了，在下是黄倩。看来公子不信我。我为何要信你呢？不信我倒也罢了，只是公子万万不可离开咸阳。咱们俩素昧平生，你快快离去，别再纠缠我。让我走又有何难？只是公子走不得。公子歇这一走，那宫中思念你的人可就落空了。你说什么？公子不必诧异，芈月已经知道你在咸阳了。公子，该说的话我已经说完了。大人，张子、张相来了。
公子，哟，雍公子。啊，张子，张子今日怎么得空来我雍府？人家都是金屋藏娇，你这儿反倒卧虎藏龙。我张仪再忙，不还得来关照一二？啊，张子要么不来，来了就拿我打趣。我雍府乃寻常之地，哪有龙虎可藏？你信不过我，还是真的眼拙。你曾告诉我，你有一个门客从楚国来的，是吧？楚国四方馆还记得吗？你说的可是公子倩？公子倩是何人？我只知道楚国的才子公子歇在府上已经住了许久了。公子歇？张子所说的公子歇，可是楚国大夫屈原的爱徒太子伴读黄歇？正是。我一直就怀疑他的来历，但怎么就没往黄歇那儿想呢？和加一个倩，可不就是歇吗？我怎么能被这障眼法给骗了呢？也不能怪公子疏于洞察。公子歇瞒你，必定有他的苦衷。张子的意思是说，他为了宫中的芈月。我不止一次的劝他离开咸阳，他执意不肯。可这几日，我见他去意已决。实不相瞒，我一直派人盯着他，就这几日情形不太对头，只怕知道公子身份的不止你我二人，很难瞒住一些人的耳目。更让我忧虑的是，要是一旦有人拿他和芈月做文章，谢张子提醒。哈，奴婢想，芈月若知道公子歇活着的音信，哪怕是触犯天条，她也定要去见他的。他们俩也是郎才女貌，缘分未尽。可万一大王知道了怎么办？大王如若知道了，那就是大王的事了。反正我从来都不知晓公子歇还活着，也不知道芈月与他有来往。往后就打算这么隐瞒下去？姑姑真是好笑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何来隐瞒？姑姑，我去睡一会儿，有事叫我。夫人，把我教你的那些话传到了吗？是。好，事到如今，下一步该怎么办呢？夫人，还不知道王后对此事的心意，是不是应该去那边探探口风？有道理。梅儿，你去把那个装桃仁的盒子拿过来。是。上次公子荡打坏了木头小人，王后差人到处寻找，我这儿整整一沓的桃仁，这回可够公子荡玩一阵了。也好让王后知道我的良苦用心。姑姑一个人品茶，好消闲呢。王后午睡了，奴婢趁机松松骨头。这是给公子荡的一点心意，望姑姑替我转交。王后身边这几个人，就属你对公子最上心了，那是应当的。姑姑上次提起那黄歇之事，不知王后有何打算？王后跟芈月是亲姐妹，总是能袒护便袒护着。可这万一要是出了什么差池，大王的面子往哪儿放啊？是啊，王后顾及姐妹情谊，
可这后宫又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大王的恩宠？依靠谁都不如依靠大王稳妥。大王最看重的就是身边的人对他一心一意、忠贞不二。可惜呀，王后曾叮嘱，此事万万不可走漏风声。别人若问起，王后也只能是毫不知情。对呀，那是当然的。姑姑，我想出宫一趟。你身子已经快能看出身孕了，出宫实在不便，何况以什么理由出宫？女医之说了，子歇总在那药店外的街头等他。女医之还说了，自从她拒绝给公子传信，并告诉他你怀有身孕后，就再也没在那儿见过公子了。反正子歇，我是一定要见的。你贸然出宫，就算不替自己着想，也该为肚子里的孩儿打算。八子，大王来了。大王，寡人说过了，你有身孕，见寡人不用多礼，摆来摆去，累着你。谢大王。这2日，寡人看你脸色不太好，可是觉得哪里不妥？整日在屋子里闷着，臣妾都快憋出病来了。都已经快做娘亲的人，还这般任性。大王知道臣妾的脾气，只喜欢天高云阔，受不得扁狭局促。马是不能骑了，鞭子也不准用了。好吧，就算寡人让你出宫走走，街头巷尾闲人杂乱，你可想好要到哪里去了吗？要不还是去四方馆散散心吧，那地方你不是喜欢吗？谢大王。来，坐下。客官，您的茶。您的菜慢用。小二子来壶酒。好嘞。公子可否给我1钱？你这黄口小孩可是好笑啊！你我又不相识，我为何要给你1钱？可是刚刚那个人说，要我把话传给你，一定会给我1钱。那要看这话值不值这1钱。那个人说，2日后是15，有故人，故人约你未时在四方馆见面。你是说2日后和我相见？2日后四方馆，可值1钱。客官，里面请。去吧。多谢公子。离小公子出世还有几月，他自己的衣服该是都做全了。姑姑总说是小公子，万一是小公主呢？是个公主也好，像我们月儿一样聪慧俊俏，但在姑姑看来，那孩儿必定是个公子。姑姑这话没根据。怎会没根据？姑姑梦里头看到的，明明是个小公子，粉雕玉琢一般，在宫里跑来跑去，还跟我笑。月儿，这事儿实在拖不得的，无论为了谁，你都要早拿定主意才好。大王准我出宫了，
我反倒是没了主意。子歇我是一定要见的，但见了又能如何呢？你打算跟子歇走吗？若没有这个孩子，你无需问我。但如今有了他，昨日大王突然应准你出宫，我心里总是忐忑不安，觉得有些不对头。此事隐瞒着大王，让我如鲠在喉。大王待我情深意重，我若不跟子歇走，会悔恨终生。但若跟了子歇走，恐怕又会愧疚毕生。我是替你害怕，此事若大王不知晓，倒也罢了，不然怎能轻易放手？大王，他若是对我狠心，我倒是坦然。姑姑，慧儿这儿有个画谜，你能猜得出来吗？这上面只画了一群羊，别的什么都没有。你们从哪里来的这个东西？一群羊，没头没脑的。刚才我在交房店外面碰到一个面生的姑姑，她给的我这个画谜，说若是猜不出，可以请八子和姑姑帮忙，定能知道谜底。我和慧儿想了很久都不得要领，所以来找夫人和姑姑。我看看。这竹签很眼熟，好像是四方馆投注的竹签。四方馆，这群羊一定是有数的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，15只羊，羊通祥，有吉祥之意。对啊，这一定是给八子和胎儿祈福的画谜，三羊开泰嘛。不对啊，那画3只羊就够了，画那么多只羊干嘛？那就不是吉祥之意，就是时辰了。时辰，午马、未羊、申猴。15日未时。15日未时，做什么呢？四方馆投注的竹签。四方馆，说的是四方馆。据报，公孙衍呢，正在游说魏、赵、韩、燕、楚、齐6国君王合纵攻秦。公孙衍的口舌之功不可小觑，魏国就不要讲了。齐国也算是始作俑者，赵、韩2国历来与我大秦有领土之争。楚国因失汉中，对我大秦仍耿耿于怀，而那燕王本就是昏庸无能之人，少给点好处就跃跃欲试。楚王贪婪，见小利而忘大义。上次我们放了他的几10名将领，也算肯给他面子。燕王行事一贯朝三暮四，患得患失，对付他们，寡人有办法。但眼下不仅他们，魏、赵、韩、齐4国也已成心腹之患。王兄说的是，先解决楚国和燕国的威胁，派我们在楚国的眼线给晋上送去厚礼，让他在楚王身边放出些手段，再去信给孟莹，让他伺机而动，助母国一臂之力。臣弟就去办。公孙衍，寡人没有看错你，一怒而诸侯惧。臣弟担忧的正是这个。公孙衍掀起的风浪足以倾动天下，诸国如果受了公孙衍的蛊惑，将会对我大秦形成围攻之势。臣弟打算去一趟函谷关，巡查那里的关防。若是诸国攻打我们，定会从那里开始。大王，芈八子来了，让他进来。是。
那臣弟告退了。好。拜见大王。寡人说过，你有孕在身，见我就免礼了。坐吧。谢大王。公孙衍对寡人和大秦怨恨难消，正游走于6国当中，打算联合诸国攻打大秦。那不是要面临一场恶战？我大秦自建国以来，都是从战火中走出来的。寡人的父兄们不畏战，寡人又何尝畏战？可是猛虎不敌群狼，秦国眼下会不会寡不敌众？好在诸国君王从来都是各有算盘。公孙衍即使说服各诸侯同意出兵，但调动协调各国兵马粮草，也非易事。大王这是在找什么？有张齐国地图，不知放到哪里去了。臣妾帮大王找。自你有孕，很少到承明殿来。寡人的书简奏章文书无人整理，乱得很，手边的东西转眼就不见了。臣妾失职。也怪不得你。此刻你腹中的孩儿比寡人重要。等寡人的孩儿落地，你再来承明殿给寡人整理书简文书。大王，臣妾有一事要禀报。说吧。明日臣妾想出宫一趟。寡人已准许你出宫，只是切勿莽撞，要记得照顾好自己和寡人的孩儿。臣妾出宫是要见一故人。爱贤念旧是人之常情，早去早归。可臣妾……好了，已经很晚了，寡人还有政务要办，早些回去休息。臣妾告退。怎么样？夫人，我打听到了，芈月那边已经向永孝令要了明日出宫的车，说是要去四方馆。好啊，终于让我抓到了把柄。你芈月胆大包天，竟敢出宫私会情人！哼！走，美儿，跟我去见王后。是。王后，孟昭氏来了。他来干什么？那奴婢回了他。不用，让他进来吧。是。拜见王后。免礼。妹妹这么晚来，是有什么急事吗？王后可知道芈月明日要出宫？我虽然不知，但我想她要出宫，自有她的道理吧。
芈月身为宫眷，怀着身孕，竟然敢出宫，简直反了他了。芈月能出宫，定是得了大王的准许。我乏了，想歇息了，有什么话明日再说吧。王后，王后，走。好在衣裳肥大，倒也看不出什么。到那种男人成堆的地方去，还要见一个死而复生的人，我这心还没出门就开始跳得厉害。姑姑不用担心，一切有月儿担当。走吧。王后，芈月真的出宫去了，她一定去见皇协了。我们要是即刻去向大王出手，还来得及。不能向大王走漏任何风声。王后，机不可失。我说过了，这件事情我不能做。毕竟我们有过姐妹情分。王后心肠太软，不要再说了。可万一芈月和皇协一去不复返，怎么办？这不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吗？万一大王知道了，这也正是我担心的。昨夜孟昭氏来，虽然他言语中藏头藏尾的，但给我提了个醒：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。姑姑，你一定要替我记住，我芈姝对此事从头至尾毫不知情，所以帮不了谁。是。大道为根，自然为武，天地为师，天性为尊，人为本。你们道德家所谓的情虚无为、清净自守、依附而事、心静不为，实际上就是求于无用，居于下构，消极立事，其实就是无用。我兵家讲究用兵之理，当推张世家，以战之战，才乃治兵之将，民之司命，国家安危之主也。家事孟子曰：“何以乐民之乐？民亦乐其乐。忧民之忧者，民亦忧其忧。乐以天下，忧以天下。然而不忘者，谓之有也。一家才是治国之本。道德家所向实属于此。”魏国承诺筹集8万兵力人马，韩国答应出兵5万。韩王一向信口开河，答应出兵5万，
能来2万就不错了。楚离子已经去了函谷关，大战前的筹备进行得越早越好。夫人，这是？麻烦大监帮我通报，我要见大王。大王正在和众臣商议国事，臣妾可是有要事要禀报，要是耽搁了，恐怕大监也担不起干系。这可不好办。大监，我真的有要事要禀报，大监请您行行好吧？啊，夫人，我已经告诉你了，大王正在商议国事。10万火急，要是晚了就来不及了。不行，夫人，还是请回吧。我有要事要见大王，我有急事要见大王，我要见大王，让我见大王。谁在外面喧哗？回大王，是孟昭氏，说是有要紧事向大王禀报。让他进来。是。大王，臣等告退。都别走。拜见大王。免礼。大王，臣妾有一要紧事，不得不冒死禀报。说。说呀。芈八子她今日出宫了。今日是15，四方馆辩论之日，寡人准许她出宫的。大王，芈月怀有身孕，连向王后请安都免了。几场测试辩论而已，重要到她非去不可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臣妾刚刚接到消息，说是那楚国黄歇未死，隐姓埋名藏在咸阳。你是如何得知的？那是臣妾的婢子梅儿在街头亲眼看见的。芈月今日出宫，定是与黄歇私会。一派胡言！大王若是不信，可以派人去四方馆搜捕，芈月和黄歇一定在那儿。四方馆是我大秦招贤纳才之处，黄歇如果没死，进出四方馆乃是常理之事。芈月更是得到寡人准许才出宫。你既然出手，想让寡人相信，就该拿出他们私相授受的人证物证。臣妾也只是听说和猜测，所以一时情急。你若没有凭证，谁给你的胆量来搅扰寡人的国事公务？你一个妇道人家，王后的应试，不在后宫好好协助王后打理事务，却跑到宣室殿来捕风捉影，信口雌黄。大王明察，臣妾虽然是道听途说，但是一片真心维护宫规和大王的。寡人如此不堪，竟要靠你来维护。不知道王后是如何管教她身边的人的，一个个蠢不可及。你还不即刻给寡人滚出去！臣妾该死，臣妾真的知罪了。臣妾此刻就回宫反躬自省，面壁思过。你这般黑瘦憔悴，一定吃了很多苦。只要能见到你，种种的周折都不算苦。我亲眼见到你与那一群人拼命坠入悬崖，我真是恨死你了。只要能保你周全，我子歇宁可再死一回。见你飞命山崖，已经让我生不如死。你说你还要再死一回？子歇不死了。子歇
舍不下月儿。说来说去，是月儿辜负了子歇。不，怪我来迟。你死而复生，我为你高兴。如今世上的人都以为我死了。不，你一直在我心里。这次来到咸阳，我才知道，若是当年我真的摔死在崖下，或者永远什么都想不起来了，也许会更好些。别这样说，你若真的因为挫折困顿而放弃了当年的志向，就不是我喜欢的那个子歇了。可是那个子歇，是因为有了月儿，才是子歇。从小到大，我只给你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烦恼。说到烦恼，的确不少。若不是当年你在膳房里偷糕，若不是你把树上的果子打下来，若不是你手把着手传授我用鞭子，我黄歇怎知道天下有如此好的女子？子歇愿意天天陪着月儿，月儿就是我日日的盼头。别说了，月儿一生都是欠子歇的。不哭了，你我之间若要是说欠字，就少了情分了。不哭了，不哭了。我已打定了主意，明日申时离开咸阳。你是否愿意跟我一起走？你要走，还这么着急？韦后已死，如今楚国也无人追究我逃婚之罪名。屈子前日派人送来了书信，望我归楚。你跟我一块儿走吧。我知道你已经有了身孕，但你若跟我走，我愿以性命保你们母子一世周全。这次虽然没有黄鸟，没有枣树，但我仍会雇好一辆车，在城外等你。可月儿已不是原来的那个月儿了。在我眼里，月儿永远是那个月儿。答应我，你会来。答应我，你会来，月儿。说，你一定会来。告诉我，一定会来。大王，
已是酉时了，您还没吃一口东西呢，给您传膳吧。寡人不饿。下去吧。是。这么说，芈月真的要走了？奴婢派珍珠假作过去送东西，只见那边2个小丫头欢天喜地，说芈月今日从外头回来，样子古怪，不是年节的，却赏了他们2人不少东西，让他们俩以为芈月在外边捡了宝呢。这不是明摆着要散伙打发人吗？芈月这一走，只怕我们今生今世都难再见了。走了这个霸星，王后在宫里也能睡个安稳觉了。姑姑嘴里唠叨着霸星这些年，我不信，都快被你说信了。威后对奴婢恩重如山，没了芈月，奴婢答应威后的事情总算有了了结。唉，要不是怕芈月多心，我真该去她那里看一看，也算是送她一程。王后歇息吧。香儿和慧儿都已经被我打发出去了，我们若是真要走，现在必须上路了。昨日子歇，他和我说了许多，但有一人，他从头至尾就没有提及。我能猜到，他为何不提他？他若提起大王，只怕你不会答应跟他走。是啊，我心里放不下，我不可能不想到大王。想到大王，我就拿不动这包袱，走不动路。事到如今，你顾不上两头了。是，姑姑说的对。怎么了，月儿？孩子，孩子在动，他在动。快坐下歇歇。我从没有过这样的感觉，我实实在在感觉到他在动。孩子听见了。他是最有灵性的。我不可能不想到大王。有了这孩子，我怎么可能不想到孩子的父亲？月儿，月儿。月儿，我该怎么办？好了，月儿，月儿，好了。
哭下去是怎么坏了？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你的心意，我也知晓。无论怎样，我心里永远有一块地方是留给你的。我走了，我走了。公子恕罪，大王已在郊外的十里亭备下了酒水，想与公子一叙。大王，黄歇到了。大王，黄公子，你我郢都一别数年，今日咸阳再会，实是令人欣喜。当初寡人曾劝说你到秦国来，你婉言拒绝了。如今你身在秦国，寡人若不尽地主之谊，就让你悄然离去，岂不有些遗憾？谢大王厚爱。寡人仅备薄酒一杯，略表心意。公子不远万里来到秦国，何必离去匆匆？我本是死里逃生之人，既然死过一回，对人世就有更多的留恋和亏欠。黄歇眼下有些许未尽之事，所以不得不离开秦国。想当年，公子少年才俊，与寡人在郢都驿馆畅谈天下，恍若昨日。如今能见故人，甚好。寡人承揽天下英才，公子何不留在秦国，与寡人共谋天下？我已离家乡多日，当早日返回家乡，与亲人团聚。好男儿志在四方，求田问舍，其英雄所为。屈夫子在楚国召我返乡，弟子誓师，敬同于父，所以我应当在屈夫子门下侍奉，怎敢效法天下英雄？如此，当真可惜了。公子请。都这个时辰了，那边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王后，要不奴婢再让珍珠去打探一下，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。姑姑不用去了，去也无用。王后此话何意？芈月，她不会走了。为什么不走？这个我也不知，但我猜想，她不会走。芈月没有道理不走啊！她跟黄歇情投意合，不是发誓要白头偕老吗？黄歇为了她弃官逃婚，她为了黄歇假意给王后当应试，黄歇为了救她险些丧命，她为了给黄歇报仇才进的秦宫。如今王后千方百计要成全，水到渠成，她怎么反而不走了？我也曾和姑姑想的一样，可惜岁月如斯，物是人非。这些年
经历了这些事，就算黄歇还是过去的黄歇，芈月已经不是过去的芈月了，是我想错了。这么说，他想要的已经不是他当初想要的东西，更不是他该得的东西。姑姑不要说了，这是命。我不认，我不认这个命。公子或许已经听说，诸国在公孙衍挑唆下，正准备联合伐秦。楚国身为大国，应有自己的盘算，不该为他人所用。望公子能说服楚王，不要与秦国为敌。既是争霸天下，就要各显其能。黄歇回楚之后，不会故意与秦国为敌，但会更多的为楚国做打算。前次秦楚开战，令楚国丧失汉中600里，恐怕楚王此刻如鲠在喉。公子人品贵重，可惜不能为寡人所用。来，寡人敬公子一杯。大王请。公子再干一杯，下次碰面，无论是敌是友，均是缘分。能与大王一醉，黄歇何幸不知？这第3杯，祝公子一路顺风。大王，干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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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丫头，大王，都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没歇息呢？大王这里许久无人打理，芈月于心不忍。你这是何苦呢？寡人都已经说过，等你腹中的孩儿出世后，你再来成明殿，给寡人整理书简。可惜这孩儿和他娘亲一个秉性，性急起来万事顾不得。今日这孩儿在我肚子里踢打不停，想来是在宫中待得烦闷了，要我带他出来散散心。我带他过来，刚进了大殿，便立刻安稳了。寡人看看，这个孩子为什么到了成明殿就安稳了？因为成明殿疏营四壁，
莫相思意。看来是个喜好读书的孩子。记得寡人第一次遇上孩子娘亲的时候，却以为她是个只知晓用鞭子的野丫头，谁料竟与书斋有缘。好好的，怎么哭了？月儿没有哭，月儿只是心里头更清明了。你清明就好了。你该知道你在寡人心头的分量。寡人疼你，疼咱们的孩子。大王，好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好了好了。八子，嘿嘿，张子久违了。八子，多日未见，这果实已经成熟了，啊！哈哈哈哈！大王唤我到承明殿议事，公事议完，办点私事，来看看你。张子是我一直想见又不得见的人，你若再不来看我，我就去见你了。张仪做什么不妥之事，让你如此惦记？是因为芈月有一事不明，存在心里许久，说出来后，望张子答疑解惑。单说无妨。张子可否告诉芈月，那日四方馆是怎么回事？什么四方馆？张子不要顾左右而言他。那日我和子歇都是被不知名的神秘之人约到四方馆去的。现在想想，那人不该是想要害我们。说起来，四方馆是最周全的地方，如此安排缜密，太像张子的手法了。这事你可冤枉张仪了。有人想做局，大王担心你们不知凶险，掉进其中。接下来的事，我张仪不过是顺水推舟罢了。大王，要谢你就去谢大王嘛。难道大王知晓这一切？大王的眼睛无处不在，只是他情愿看到，还是不情愿看到？那大王不疑心芈月与子歇有私情？唉，大王当然知道你与公子歇两小无猜，情投意合，当然有私情。但是大王深信你已经是秦国的八子，而非楚国的公主了。那最后的结果证明，大王没看错你。谢张子帮芈月解开了这个心结。这心结是你自己解的，与在下无关。方才张子提到，说有人做局，这事有些蹊跷啊。做局的人藏匿很深，我想大王多半是因为揣摩不透对方的用意，所以把这事暂且放一放。这阵子大王特别忙，天还未亮就跟司马错和公子华一同出城去巡查军务了。这样看来，函谷关外的风声是日渐紧起来了。我们还是回去吧。恭送八子。
王后，大监免礼。大王说，监管兵器制造的大公爷，叫工匠们研制出一批新的兵器。正好处理子也从函谷关回来了，要和他一起去看那些兵器。这几日，大王就住在宫外了，后宫的一切就交给王后。大王还说，宫中有王后主持，他很放心。知道了。那老奴就告退了。姑姑，好了吗？还要再熬一会儿。姑姑，女医治去哪儿了？怎么换了个姑姑？啊，听说女医治在咸阳街头被恶霸打劫，头上伤得厉害啊！王后那边只好临时指派了爱姑姑来照料你。女医治伤得重吗？都被抢了些什么？据说是买草药的钱。秦国实行连坐之法，轻罪用重刑。那街头恶棍竟敢光天化日之下抢劫智姑姑，这胆子也太大了。是啊。拜见八子。爱姑姑，我来吧。这是太医院开的补身药，八子还是趁热喝了，免得药性差了。姑姑看着好面熟。月儿忘了，爱姑姑也是王后的陪嫁，跟咱们一起从楚国来的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当年爱姑姑还曾随着女医治到林园里来采过草药呢。可不是，在楚宫时，我和女医治走得最近，这次也是女医治向王后推荐我替她来照料八子的。这药的气味闻着好像和昨日的不同。这是太医令新开的药方。李密太医最近刚升了太医令，王后说八子临盆在即，特意嘱咐他勤来给八子请脉。唉，日日吃这些苦药，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。按日子算，还有1个月就要临产了，快了。魏夫人，妹妹，魏夫人有何事？妹妹本是天生丽质，可是今天细细看来，这面色可不太好，怕是气血有些亏吧？嗨，什么亏不亏的？还不是过一日混一日。妹妹可千万不能这么说，我们这波人呀，算是过气了。可妹妹那是春光正好啊，妹妹不心疼自己，姐姐还心疼你呢。哦，对了，姐姐那有一个极好的补血养颜秘方，不知道妹妹愿不愿意试一试啊？是吗？管用吗？秘方是先王后留给我的。当年先王后独自一人享用这秘方，那容颜似芙蓉出水，宫中的女子都妒忌死了。那若真如姐姐说的这样，那就先谢谢姐姐了。妹妹若是不嫌弃，去我宫里坐坐，容我把秘方给你找出来。是。这2日，这孩儿在我肚子里闹腾的厉害，
让我整日都觉得心里慌慌的。说起来，日子还没到，八子也该小心着。啊，昨日八子执意要到园子里转转，是不是累着了呀？我哪有那么娇贵啊？八子的脉象不是太好，这2日就不要外出了。臣再给八子开几副药，艾姑姑见好以后，请八子早晚各服用1次。是。自从服用了九溪安神丸，每日天一黑，我这眼睛都快睁不开了。王后这2日睡得可真好。昨日王后刚睡下不久，小公子的奶娘就在王后的窗前打碎了1只碗，我们都怕会惊醒了王后，谁料王后竟毫不知觉。王后白日辛苦，晚上睡得香甜些也是应该。说起来，这只百宝匣还是王后出嫁时威后特意交代奴婢带上的，匣子里装的都是楚国珍藏的罕见神药，秦国这边的太医只怕见都没见过，每一种药的用处也都在匣子里标得明明白白的。那姑姑就收好了，要用的时候问你要就是了。王后说错了，奴婢想的恰恰相反，是该把这匣子交给王后的时候了。那是为何呀？一来是这匣子里的东西过于贵重，王后保管更为合适；二来，奴婢也上了岁数，早些交代了，心里踏实。舒儿还要姑姑看着荡儿长大成人呢。姑姑这么一说，就是想偷懒。奴婢哪儿敢偷懒？匣子里装着的都是威后给奴婢的嘱托，奴婢活1日就不敢有一丝怠惰。好了好了，你若硬要给我，明日再说吧，我可要去睡了。我这贪睡劲儿啊，好像只有荡儿能跟我比了。姑姑，你看，八子，药给您煎好了。多谢姑姑。快喝。八子，我们回来了。今日永相真是忙得很，我们去领东西，竟等了快1个时辰。说是八子要生产了，大王叮嘱内府给了不少好东西呢，待会儿给八子看看。好，行了，看你们2个小丫头打扰的，八子的药都快凉了。